我係吳錦華，係現屆嘅立法會會計界議員。我本身咧就係香港稅務學會嘅前會長同埋顧問啦。亦都係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嘅前會長。另外，我亦都喺會財局咧，亦都係諮詢委員會，同埋喺競委會咧，亦都係委員嚟嘅。我喺議會嗰度咧，主要咧當然係主力係想了解翻同埋關注翻公共財政嗰部分。呢個都係我嘅本業嚟嘅。我哋點樣可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啦？可以主動接觸到翻個15規劃啦。我哋香港嘅專業服務，包括會計界嘅，其實就可以好好咁把握呢個機遇，去幫助到香港，幫助到國家去發展我哋嘅經濟，幫企業可以出海。其實你會點樣協助我哋業界咧，去開拓一啲一帶一路，甚至融入大灣區嘅一啲嘅工作咧？我哋睇下會計啦，或者可能財資服務點樣可以喺大灣區嗰度咧，就做一個互聯互通。香港我哋嘅會計師可能喺內地執業嘅時候，可能都有一啲限制或者一啲要求做唔到嘅。咁點樣可以打通佢咧？呢個就其實係會令到我哋嘅業界會有一啲新嘅商機啦。至於你話一帶一路嗰方面咧，其實我喺另一個會華人會計師公會嘅時候咧，其實當時都同東南亞嘅有2個地方啦，做咗一啲交流。希望睇下可唔可以開拓到一啲一帶一路完善會計嘅交流啦，同埋一啲互認啦。令到我哋啲會員可以再開拓到佢哋相關嗰啲地方嘅一啲業務。我哋嘅科技可以賦能到我哋會計業，我哋會計業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每一個行業走向一個更高質素、高發展同埋高質量，融入國家嘅15嘅規劃，令到香港嘅經濟再出發。